再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、甲环境部、佮卫生福利部等部会合作，前后8档的数字分析指出讲，若所会当来降低 PM2.5的浓度到每立方公尺12.5微克哦，对于改善空气污染、减碳，佮增加民众的回收有正大的帮助。空气污染对健康潜在影响有真侪，国家卫生研究院、甲环境部、卫福部健保资料库，也佮有内政部死亡统计资料等本土的数据，下部会合作8年，最新的数据发现讲，台湾空气品质监测的指标，营业微粒仔 PM2.5，年平均的高度若降到每立方公尺12.5微克，会当达到改善空气污染、减碳、增加平均会数等上大的效益。不降，那浓度很高，那你会生病，你要花很多钱，所以我们考量这个经济的成本，考量这个健康的成本的花费之后，发现那一个交叉点刚好在12.5左右。研究团队表示，若长期踮伫空气污染的环境内底，老人筋脉量会减少，嘛会较无力，体油会增加，嘛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不过，若会当甲 PM2.5的高度降到每立方公尺12.5微克，亲像肺癌、心脏病、甲中风等的慢性疾病，10年整体的死亡率会当降7%左右。依照这个所谓国际上的空气品质标准，大概就是12，就是12，所以我们目前是修到这个12来当做这个未来加严的一个这个目标。环境部强调讲，根据台湾本土实证研究数据。今年公告修正空气品质标准的草案，甲 PM2.5年平均标准值为目前每立方公尺15微克，变较减加12微克。而且同步调降臭氧、甲二氧化氮等其他污染物的标准，希望尽量降低对产业的影响，创造更较健康的生活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